好啦，乡亲最近买蒜头有感觉到无？这个蒜头是来起大价，因为蒜头主要的产地分林，3月采收期拄着落雨，影响到产量。这个国际蒜头上界大的供应国中国，受到新冠病毒的影响，无法度出口，所以继续大起。本地阁有埃及的蒜头厂啊，动一个，偏偏5月甲6月为埃及进口的蒜头有高着土带土角。 所以有超过20卡的货柜检疫无通过。即摆国内的蒜头已经为一台斤60块起到一台斤160块。真个料理拢爱用到蒜头，最近蒜头起价。1斤800。系啊。太贵哦。昨天180，前天170。家庭主妇听到蒜头的介绍，惊一跳。那个蒜头少。 市场的介绍遮贵，批发介绍嘛，敢若较俗一丝啊尔。自助餐的业者早去分林西里批发蒜头，一台斤嘛要120到130块。英贵反的迄边蒜头的介绍，寒天差不多是一台斤卖100块，热天6月份到7月份，差不多每台斤是60到70块。要不今年7月份蒜头的介绍为每台斤60块，已经起到每台斤160块。主要原因是国内蒜头采收期因为落雨影响，产量有较少，需要进口。 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，出口大宗的中国蒜头无法度出口，致使讲国际蒜头的介绍嘛起价。台湾本来有进口埃及蒜头，偏偏佫拄着。做鉴定的时候了哈，里面含有根、含有土，然后里面有一些带有细菌进来。 有加工业者进口780卡货柜的埃及蒜头，即马卡伫海关，要到法啊买嘛买无。农产品多少都有带一点土，以往都可以进来，但是唯独今年特别严格，不合格不能进来，必须要退运跟销毁。业者要转至国外的厂商，要落实按照我们的规定去注意清洁整理呀。即马政府讲西班牙的蒜头会使通过检疫报关。和国内蒜头卖过遐贵。